今次要介紹嘅文物係一張有關四大寇歷史照片嘅玻璃底片，響孫中山紀念館展覽廳已經曬成相，亦都有製作成蠟像展出。其實四大寇係指孫中山先生、楊學齡、陳少白同埋游烈，佢哋四個志同道合，經常喺歌賦街嘅楊學齡早店楊耀記度討論時政。當事人覺得佢哋大逆不道，於是叫佢哋做四大寇啦。但係相入邊嗰5個人，邊4個先至係四大寇呢？大家都可能估到，四大寇就係相入邊坐喺度嗰4個人啦。由左至右分別就係楊學齡、孫中山先生、陳少白同埋游烈，而企喺後面嘅就係關景良。楊學齡係孫中山先生嘅鄉山同鄉，佢兩個好早已經認識。孫中山先生喺香港西醫書院讀書嗰陣，經常就到楊耀記同同鄉聚舊。游烈同楊學齡喺1886年喺廣州曾經做過同學，其後同孫中山先生喺廣州認識。陳少白喺1888年由歐鳳慈介紹俾孫中山先生認識，1890年更加係經孫中山先生引薦入讀香港西醫書院。關景良同孫中山先生喺1887年一齊入讀香港西醫書院，既係同窗，亦都係宿友，但係比孫中山先生遲1年畢業。孫中山紀念館裏邊更加展示咗關景良喺香港西醫書院嘅畢業證書，非常之珍貴。咁喺呢張相嘅背景，你見到有屏風啦，有花盆啦，好似一個中式嘅庭院咁樣。咁其實呢張相喺邊度影嘅呢？根據後人記錄翻關景良嘅憶述，佢哋原來就係喺亞麗士理濟醫院2樓拍攝，日期就係1888年10月10日。話說影相當日下晝，佢哋5個人又喺醫院度討論時政，咁啱咧有個相機喺度喎，於是突然就想拍照留念啦，咁於是就走去走廊嗰度影相啦。但係背後咧就係醫院嘅手術室嚟嘅，咁個畫面就唔係咁好睇啦。於是佢哋就想整靚啲，就叫5個人裏邊年紀最細嘅關景良搬個屏風嚟遮住個手術室。搬好咗之後咧，都接近黃昏啦。於是關景良就嗱嗱臨走去4個人後邊企好，趁住有陽光嗰陣咧，就影咗呢一張相，為年青嘅孫中山先生留低咗珍貴嘅影像記錄。呢張玻璃底片係由關景良個仔關兆儀醫生捐贈俾香港歷史博物館。呢張玻璃底片係有關孫中山嘅珍貴文物之一。話時話啦，5個人影相，咁邊個揸機呢？